掃地，誰令這顆光四起？行已衝橫滯，誰無怒憤？不敢痛悲，曾地要多少英雄，才見要天公見起，用我心力見其千萬世，其千萬幾，不想總是這田地，用了家邦也用了夢寐，大個都終於有滿意，為你死，正因要維護你，狂夢這顆的震撼，令我珠算記起，自悔醒。为某些新兴人类画像。夜晚蹦迪 crazy， 早晨起来 dizzy， 白天上班 lazy， 不管工作多么 busy。科学出版社、龙门音像出版社、黑英语高级。英语课啊，英语老师叫邱勇，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好方式让大家尽快的学会英语？英语呢是有2个特点，我觉得，第一个是说。